满满的地种记录，致力推动环保的海淀国小小台江河流读册会，倡议陪伴囡仔行踏家乡河川，对2005年成立到今，正式行过第20年头。请剪彩。青书省特别举办特展，以环保工艺进行测展，展现守护嘉南大圳、山海圳国家绿岛的公民学习行动，见证台江河川对垃圾豆豆变清气的环境治理历史。我参加过净堤、河川巡守、水质检测跟青春夜行。我觉得我是家乡的一员，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我的力量去让家乡变得更美好。即马这条台江内海的支路有无吼？沿路唔但有树啊，也阁有这个招潮蟹啊，转来到这。尤其最近阁发现到国际濒危这个海草，就是贝克氏盐草。所以代表讲，咱守护客船港守护环境，是有重要性的。让孩子们他们去看到说，20年来我做的虽然是一小步的东西，但是你们一棒接一棒的传承，他们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果，就好像每个人是一块小拼图。小台江透过以河为师的理念，带领学生认捌台江家乡，成果相当的好。海淀国小嘛，把河流课程加入校本课程，希望每一位学生拢会当参与，成为爱乡护水的种子。历年来的这些成果手册，还有他们的壁报，还有我们的旗帜，所以来这里非常的感动。可以看到不管是小朋友在国小的期间，一直到他们变成大朋友，都对我们的故乡发挥一定的这个认识。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嘛特别到校参观，肯定小台江，希望未来继续培养小公民，营造永续未来的生活家园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